家时，花了半辈子时间跳舞教舞。周慧丹没想过退休，她把客家故事编成舞蹈，在上舞台演出之前，大伙儿得先练好基本功。对，2，不要碰到我，对，4、5。客家舞蹈，它的动作其实很简单，只要你每个动作都到了位以后呢，它就会很好看。懂后坤哦。以前可没有好看的客家舞。1979年，周慧丹苦心编排客家采茶舞，从那时候开始，客家舞才得以登上艺术舞台。客家有9腔18调，所以从9腔18调里面找出一个那个比较旋律比较适合我们跳舞的东西，才拿出来跳的是所谓的客家的采茶舞。花了2年多，拜访学者，走访乡间，完成的大型客家舞台剧《客家山河路》，呈现的是客家先民的历史故事。这是周慧丹编舞路上最大的挑战。应该把我们客家的从大陆迁徙到台湾的这些事情，要去把它做出来。周慧丹把一生奉献给客家舞蹈，现在和侄女周庭云一起扛下舞团，继续为客家舞付出心力。周慧丹说，这是身为客家人必须传承的使命感。尽管走得辛苦，却也是她一辈子努力守护的心愿。上课喽！懂后坤，懂后坤，懂后坤。